發現咗原來有一個美食嘉年華舉行緊，喺11月20號至到23號連續4日。如果大家咁啱呢個 weekend 會返斗門嘅話，或者有時間喺斗門冇嘢做嘅話，都可以出嚟呢度睇下。佢就響珠海博物館同埋珠海規劃展覽館前邊嗰個正門廣場嗰度。聽大會講話，今次咧大概有70間食店，係知名品牌嘅食店。佢哋今次咧係特別挑選，就唔係普通人申請就可以批嘅。咁所以咧，佢應該係有啲要求嘅。睇翻個宣傳單張咧，仲話有澳門嘅地道美食喎。有澳門豬扒包啊，嗰啲葡撻都有。咁珠海本地嘢食一定有啦，都係海產類嗰啲啦。我仲見到佢哋講話有 live band，夜晚黑食完飯冇嘢做都可以去行下聽下歌。咁不過而家咧天氣凍咗啦，唔一定要夜晚黑先去，晏晝去都可以，唔會太熱噶啦，或者會好凍添啊，可能好大風，要記得着翻件衫。咁好啦，希望今次嘅資訊都可以對大家有幫助啦。請大家記得訂閱我，同埋幫我分享啊！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